花莲大地震了后，这玉山的珠峰求水啊。根据调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这玉山珠峰上界线的高度是海拔3952.433公尺，平去年减5.2公分。这局管处表示讲，这数字拢是伫咧合理的误差范围内。 台湾第一高峰玉山主峰，当年拢成真侪爱爬山的挑战爬到山顶，但是伫控诉控山专台有感大地震了后，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伫5月用卫星的定位来测量，测到玉山主峰海拔的高度是3952.433公尺，和去年11月3952.485公尺比，减5.2公分。这个5点2其实不算大，那以测量来讲，本身也含有一些误差。目前这样子测来讲，大概3到5公分这样的数据的误差都还是正常现象诶。国土测绘中心伫当年的5月、11月，拢会做玉山高度的测量。控诉03花莲大地震了后，比对资料发现讲，花莲站的野生量是45.1公分，水平山8.1公分。因伫5月用几何悬的变化量监测到玉山的高度，拢是3952公尺左右。对这玉管处讲，照10年来替玉山量测的数值来看，关键变化其实并无大。 其实因为在每一次的测量，它其实都稍稍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个部分我们有询问，大概还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像这次花莲的地震断层长度可能是60-70公里左右，像在海岸山脉这边大概垂直方面都是抬升的在中央山脉这边就有一点点的下降这样。 玉管处认为讲，台湾是伫后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组合的地带，造山运动和测量的技术，都会让玉山的高度出现变化。而且对当年的观察发现讲，伫大地震了后，除了山尾的山位，山体嘛较会发生崩山。即摆测量虽然有5.2公分的争差，但拢伫合理的误差范围内，唔免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